量最大嘅地方，我哋會叫做雨極。大家知道中國嘅雨極喺邊度嗎？佢嘅降雨量又有幾誇張？中國幅員遼闊，各地降雨量受到同海洋距離、大氣環流同地形等因素影響，會相差好遠。但大致都係由東南沿海向西北內陸逐漸減少。而中國嘅雨極，唔少媒體同教科書都話係台灣地區新北市嘅火燒寮。媒體引述1906年到1944年嘅資料統計，當地平均降雨量係6557.8毫米。1912年嘅降雨量更加曾經達到8409毫米。不過火燒寮嘅陳年紀錄其實早已經被多個地方打破。目前嘅新版中國雨極係台灣宜蘭南澳鄉海拔900幾米嘅西武山。2022年當地錄得降雨量達到12027毫米。雖然中國嘅降雨量大致係由東南沿海向西北內陸逐漸減少，但亦都唔係絕對。西部一啲地區由於地形環境因素，同樣降雨量好大。而喺中國大陸上嘅雨極就係西藏雅魯藏布江大峽谷地區。青藏高原本來寒冷乾燥，正係有咗大峽谷做天然嘅水氣通道，令到印度洋嘅暖濕氣流喺呢一度匯聚，成為世界第一大降雨帶。喺雅江下游河谷入邊嘅藏南地區巴色卡，喺1931年到1960年嘅30年間，平均降雨量就高達4495毫米，最高嘅1954年更加達到7591毫米。順帶一提，雖然西武山係中國嘅雨極，但同世界嘅雨極印度克拉彭齊亦都有距離。當地喺1861年嘅降雨量就曾經達到倒水級嘅20447毫米。至於同雨極相對嘅中國旱極，就係新疆中東部嘅托克遜縣。當地嘅遠離海洋，逆地處吐魯番盆地，四面有高山屏障，水氣難以進入，年均降雨量低至5.7毫米，蒸發量就達到3171.4毫米。喺1968年，托克遜全年嘅降雨量就只有0.5毫米，相當於其他地方一場好細嘅雨。以5.7毫米嘅年均降雨量計算，托克遜累積1000年嘅降雨量，可能都唔及西武山或者火燒寮嘅某一年數字，超出好多人嘅想象。